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6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柯碧君。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市幼稚园饲药案件，校方讲是因为受家长的委托才饲囡仔感冒药仔，但是有家长讲家己囡仔药仔并无管制药品的成分。哥伦比亚亚马逊森林40公前小型飞机事故造成3个大人死亡，4个囡仔失踪，这阵4个囡仔拢找到回来。所以来关心新北市私立幼稚园的饲药仔案件。这阵有风声讲，校方提出的讲法是，因为前一阵仔流行感冒，受家长的委托才饲囡仔感冒药仔。但是有受害家长提出囡仔看病的记录，证明囡仔感冒药仔并无管制药品的成分。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是参家长会谈，承诺讲会全力协助家长。检调继续追查幼儿园饲药案件，园长甲老师拢讲是接受家长委托饲感冒药啊。根据家长之伊提供电子联络簿啊，囡仔伫学校根本无用药记录，而且幼儿园白纸黑字规定，爱附药单、药袋啊，甲处方签，才互囡仔食药啊。要家长提出看医生记录，囡仔确实感冒，啊，毋过医生开的处方药啊，拢是定定看到的小儿科的药啊，无囡仔身上检出来残留的巴比妥。感受上，教育局长就是要规避责任。他一直强调说，巴比妥在这8名孩童身上验出来，但都是微量，一直不断在强调微量。可是小孩子的用药不可能有包含巴比妥。新北市长侯友宜初到暗时亲身甲家长座谈，承诺伫后续健康就学案底，甲法律层面拢会全力协助。对家长这期，新北市政府是不是研究处理一直等到检调介入，才对幼儿园撤照？教育局强调是5月15日才接到饲药的陈情，马上启动相关机制，这部分原机接受检方调查。昨天跟家长做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家长最在意的是孩子们的就医过程的追踪，以及刑事跟民事法律共同集体的诉讼，还有很多在后续要再做的，我们会不断的努力。市府也宣布，要在基隆国小成立专门办公室，提供家长实体咨询甲专人关怀服务，也对家长伫座谈会反映，希望对囡仔用无法检验，也将意见转呈予检调机构，由检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时是出席桃园校管会的活动，因为新北市幼稚园的饲药仔事件，伊呼吁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爱成立医疗小组追踪囡仔的状况。侯友宜是到台南去批评中央咧推行的光电政策。那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昨暗是伫高雄参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罗森伯格见面。到底迄场握手拢无拒绝，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继续第2天在高雄行程，前一案甲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食饭。郭文哲表示已经承诺，不管什么人当选，台美关系未变。美国政府一再表明说，他们是不会干预台湾的选举嘛，他只是希望说，不管谁当选，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可以保持良好。我说这没问题啊，这个。不管谁当选，台美关系都不会改变嘛。接受市民真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8日下晡到台南7股关心沿海政电情形，市民控诉政电影响生活。侯友宜表示感慨，痛心，因为能源政策爱调整。在能源的政策底下，把能源的配比里面考虑到核能进到里面，然后重新调整，照顾渔民的生计。也照顾我们的绿色能源。侯友宜去看做是民进党主战场的台南，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桃园信赖自由会授旗大会，对新北幼儿园饲药的代志，呼吁新北市按成立医疗小组来追踪。我非常希望新北市政府一定要慎重照顾这些孩子，尤其要组一个医疗的小组。而且要追踪相当的时间。赖清德佫表示，医疗小组至少爱护小儿神经科医师、儿少精神科医师等专业人员。赖清德用医师的立场对侯友宜提出建议，也指出中央予大家真大资源，希望各界珍惜，那着互相拼场。记者综合报道。新苏扰的风波是继续传前驻菲律宾代表齐培勇，后来逼出讲把性骚扰菲律宾籍的秘书。
外交部是证实讲，4月份捌接到消息，已经甲饲培养换单位进行调查。另外，国内转型正义 NGO 前理事长吴乃迪也互人指控讲，捌性骚扰大学生。吴乃迪即阵也回实咧。我相信呢，我们台湾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提供菲律宾我们一些宝贵的经验。2018年6月，接任驻菲律宾代表外交官饲培养经历真丰富，不担任驻南非代表。外交部国防司司长这职务。不过，最近网络上出现消息，讲饲培养性骚扰菲律宾一个女秘书，受害者侪摆检举拢无消息。外交部证实4月有接到信息，已经甲饲培养该一调部进行调查。外交部在今年4月间获知有关徐前大使疑似性骚扰情事，认为事关重大，已立即依相关规定采取处置措施，将徐前大使解职并调捕。对此，饲培养经营律师发表声明，表示表出这消息不是事实，严重伤害名誉。饲培养确实捌伫言辞上有互女秘书感觉无爽快所在，随后就请主管性平事务同仁甲女秘书面谈，并且当场来下失礼，女秘书也有接受。面对表出这消息的人士甲媒体提出妨害名誉的告诉，即阵是接受外交部停职的调查。另外，即阵性骚扰风波是一直传。纵看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的老爸、中研院兼任研究员吴乃迪也被指出，3年前担任台湾民间真相甲和解促进会理事长时，对女大学生有该检测不当行为。你要去学习说，你如何从一个空无里面去创造人家对你的支持。指出吴乃迪找到公开下失礼，经由台湾民间真相甲和解促进会发布声明，表示家己已经失去社会信任，即日起退出真促会，也袂过参与公共事务。吴怡农也伫面试表示，伊甲厝底人这时阵真相心无法度以文字来表达，做唔到代志，只有搁再下失礼，会引以为戒。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即阵已经4周年。踮伫咧台湾的香港人甲台湾济团体伫咧今仔日举办游行，有袂少香港人有来参与。伫咧香港国安法一直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甲民主自由的状况之下，因希望各界会使继续发声，关心香港的人权问题。坚守信念，反抗欺权。香港反送中运动届满4周年，伫台湾的香港人甲台湾团体伫初十举行游行，主题是义风并行，再见香港。表达香港抗争者面对逆境却是无放弃的精神，未少来台湾的抗争者选择参与游行来传达心声。19年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它虽然有说难听一点，它是有痛苦的，因为我还是要吃药，然后去压制住我那个 PTSD， 但是我还是坚持，因为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是我本分。我们现在连游行去表达诉求的权利都没有。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看一下，中共统治就会变成是怎么样。我们不想再有多一个香港。伫台湾的香港人表示，已经无法度阻止基本法23条立法，香港已经无法度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加上港版国安法实施，中国政府更加对香港实行严格控制甲监管，威胁言论自由甲民主价值，更加有侪人互抓起来，让人感觉真生气。那中国政府的承诺还能相信吗？我们台湾还要去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人看到香港的例子，我们自己要思考的。也希望台湾的民众可以谨记，如果我们不守护自己的自由、民主、法治，我们就会跟香港一样。游行人士指出，再见香港有一句话两个意思，是告别也是国际见面，呼吁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的议题。香港人也伫海外甲社群媒体继续来发声甲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哥伦比亚的亚马逊森林伫咧40天前，捌发生过小型飞轮机的事故，迄阵造成3个大人死亡，4个囡仔失踪，其中年岁上细才11个月。哥伦比亚政府总算伫初九的时阵，甲4个囡仔拢找到倒来。即马外界是真好现讲，即群囡仔是安怎伫危险的森林度过40天。13岁、9岁、4岁甲11个月大的4个囡仔，甲一阵兵仔斗阵翕相，囡仔看起来真喜悦。其中一张相片，也有兵仔摕牛铃杆仔饲幼婴仔画面。空军了伫推特发布，伫暗时，这兵仔用手将囡仔游起直升机送去圣荷西德瓜维拉小镇的画面，了后，搁转坐大型军机去首都波哥大，
这囡仔记者换来消息，传回以后，美亚维森西奥阿公阿嬷知影，大家真欢喜，咱做伙感谢天公地啊。Que ya recuperé el hueso de mi hija. Ya con ese dolor que yo estuve, pues ya yo voy a animar, lo voy allá para adelante y necesito aquí, ojalá, lo quiero abrazar, este es un momento, quiero abrazar a mis nietos, todos los 4。这囡仔甲妈妈5月初1坐一架塞斯纳自控6型小型无人机，经过圣荷西德瓜维拉引擎故障发出警报了后，就消失伫雷达顶悬，被人发现落伫丛林，机顶3个大人全部死亡，暗过4个囡仔拢下落不明。当局派出160个士兵，加上70个熟悉丛林环境的原住民，大规模地毯式的找找。一方面空投食物到地面，让囡仔愈行愈远，还佫互阿嬷录一段爱囡仔留伫原地等待救援的声音档，一直透过放送器播送。第16天发现卡印水管啊，食村的水果也有临时大个所在，就伫推特发布找到囡仔消息，了后佫撰文表示，消息无经过证实的总统裴卓，找到这一天真欢喜伫媒体镜头前，俄罗斯40天的救援会写入历史。Las comunidades indígenas que estuvieron en la búsqueda y las fuerzas militares conjuntamente encontraron a los niños 40 días después. Estaban solos, no habían sido, ellos mismos lograron un ejemplo de sobrevivencia total, digamos, que quedará en la historia. 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受方面的影响，今仔日的天气是无介稳定，加上对流分系发展有较旺，有的时阵会出现短时间的大雨。未来一礼拜受低压带加方面的影响，天气是无介稳定，台湾各地头拢会有雨水，尤其伫13到16，气象局一提醒爱细致会露出灾情。另外，当咧台湾东边海面上的中度风台国超，目前行向琉球南方的海面，也了强度是会豆豆减弱。车集台北的雨一阵啊一阵，今仔日因为方面点伫咧台湾北部海面上，天气也是无稳定，各地头拢有阵雨加西北雨。气象局提醒，未来一礼拜各地头拢有雨水，甚至可能有大水雨，尤其13到16，中南部的雨会较粗。12号这一天有一个这个季风低压位在海南岛附近这一带的区域，台湾附近是吹的西南风，因此呢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15号的这一天呢，锋面会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这个降雨来看的话是会略微比较趋缓的。那其余在13、14、16这几天来看的话，降雨都是比较明显。另外，今年第3号风台国超目前是中度风台，当咧台湾东边海面上，以每点钟15公里的速度往北边行，估计强度会豆豆减弱。它逐渐会往琉球南方海面这边来接近，然后呢，就逐渐的往北东，然后往东北走出去。北上的过程中，因为海水温度比较偏低，再加上垂直风切比较大，所以呢，它减弱速度也会慢慢的减弱下来。未来一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温度的方面因为雨水未伤烧热，北部、东部会高温30到31度，中部、南部高温有33度。也若中南部外山区的所在温度会较悬，无落雨的时会感觉较湿热。记者郭文林开台北报道。台北市警察局北投分局下晡1点45分的时阵，有接到民众报案，讲干道一间兼卖店有出现爆炸的声音。警方到场了后，发现头家娘是倒伫咧涂骹顶，伫咧头家的陪同之下，是紧急送到病院。不过，也是伫下晡2点外的时阵死亡。警方于现场发现一枚弹壳，经初步比对，与被害者体内弹孔数量相符。本分局获报后，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及查访附近民众。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中。相关犯罪动机等资讯，仍待查缉犯嫌到案后详细厘清。根据警方提供现场监视器的画面，发现嫌犯犯案了后是骑乌托邦向台北市大同区的方向行。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会尽全力来破案。
台中市有一个35岁的查某人，车祸重伤送到病院，要是死亡。身躯顶是发现有济乌青，检警发现，这个人甲2个斗阵大的查某人，拢是一间道场的宗教信徒。这个宗教伫2019年捌发生过甲信徒拍甲死亡的案件。警方昨是拘提拢总4个人，今仔日移送地检署侦办。下晡的时阵，检方已经向法院来声押禁见。警方查找透早将4个嫌疑人移送台中地检署。这个月7月下晡，警方接到病院通报，这35岁姓尤的查某人被送去病院急救，重伤不治。不过身体骹手拢是乌青。警方伫死者住的所在发现一支2个掠沙棒，也佫有真济宗教的册，加上送死者去病院的2名共大的人讲法险险。警方认为案情并无单纯。有听到乌大的声音，真辛苦，啊个红布，啊这个家拢乌青哦。警方佫发现死者睡厝楼顶就是中华北洋四季灵宝圣道会道场，3个共大人拢是信徒。这宗教2019年捌牵涉以借壳拘捕的理由，揭发信徒伫私死亡案件。自称信水姓林的主嫌事后也遭到起诉，不过这宗教好亲像无安尼消息。这摆死亡案件地点也保护信徒家属甲道场发生冤家。就是家属跟他的道友在吵。本案相关人等经查均隶属相同宗教团体，且多年前曾因以宗教驱魔名义致人死伤，遭检警侦办起诉。警方目前仍不排除是否与宗教活动有关。警方查到暗时具体甲死者共团2人，甲另外2个信徒，7早起将4个人移送台中地检署。检方认为4个人涉嫌伤害致死等罪嫌重大，佫有交串共犯，因为证据甲道无可能，已经向法院申请结案禁见。记者综合报道。1971年创办的嘉义市大业国中，过去伫嘉义地区是大家人拢抢要读，因为少子化，即阵大业国中转型做实验学校，也配合嘉义大学来设计课程。学校讲，今年头一届的新生登记人数是超过按算，其中佫有来自台北、新竹的家长专工刷户口，就是想要入来读册。专班的学生利用重心平衡的方式，把椅仔踩伫桌顶，这是老师替学生设计的课程。隔壁的教室，老师教学生用废弃物来做衫，来讨论海洋污染的问题。木的课程，那学生在教室里面会接触到木的东西，就是课桌椅。所以每个学生用他们那一套课桌椅，自己找到重心，感觉抓到那个重心平衡，就可以立起来。现在这些课程就可以让我们自己亲身体会到里面的知识之类的。嘉义市大业国中过去是传统的学校，因为少子化的情况，即马转型来做实验教育。以前捌学过传统课程的3年的学生讲，即马实验教育的课程较趣味。上学期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咏诗。咏诗有中文跟英文，可以让我们学习更多国外的诗。然后这学期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社企。那请除了用以自学，我们会透过发现了问题，然后接下来得以解决，我们也亲手去做。所以会比学以致用过得更快乐。我们把所有的学科的一个知识做一个主题跟整合，孩子们面对的课程并不是以前很零碎、很破碎的，而是一个主题式的一个呈现。配合嘉义大学设计课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课程的规划，互家长拢真认同。校长讲，4班计共80位，招生第一阶段就超过人数，嘛和过去因为少子化歹招生的状况，头摆有了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彰化县成立伫2004年的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提供身心障碍者工作机会，希望培养因有讨生活的才调。协会10多年来，为着打造一个专门照顾身心障碍者的长照中心，咧世界走总，总经费需要1亿8千万，目前是募款7000多万。因按算伫咧7月份的时阵，会先进行第1期的工程，估计会使提供84个床位。手工染皮绒，设计种装卡片，这是彰化县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附设的爱家杯庇护工厂，依照每一个人的身心障碍程度安排工课，互因有家己讨趁的能力。但这几年来，纸本印刷需求减少，庇护工厂嘛爱找出路。
大部分都是即马因为囡仔有较少的关系，所以阮若咧印刷的时阵，所以大部分都是数量拢会较减少。啊，阮会豆豆啊改用电子化，譬如讲帮人客设计 EDN。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理事长陈忠生表示，有的新长者年岁已经大，无结婚，爸母也已经离开，所以即几冬世界走总要来起一个专门照顾身心障碍者的长照中心，庇利后家园。整个的营建的费用已经来到起到1亿8千万，啊，目前阮已经募到差不多7000几万，所以阮应该是7月份阮就开始来动工，一边起。一边都来努力来募款，第一期的时阵，阮望会当提供84层。总经费1亿8千万的庇利后家园，目前也差6成经费。陈忠生理事长讲，根据因的统计，目前中华县有7万多人有领身心障碍的手册，大约有1成的人口有长照的需求，希望社会大众多帮忙，让身心障碍者有一个安心养老的所在。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宜兰罗东的北城国小，伫咧实行新课纲了后，是规划济趣味佮多元的课程。其中有一个微创社团老师会带学生囡仔规划拍影片，关心家己的家乡。稍等下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做阵来看这阵真有创意的囡仔，看因的世界当中到底是啥物款的。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期待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